开始，要唱啥？要唱啥？紧来走啊！伊，我这样是咪爱跪咧唱歌？哎呀，你搞跪咧，跪咧，跪咧！你敢会受激动？听众朋友，敢主要知影啥爱跪咧？当然嘛，要知影，你要解释互人听。因为咱今日要访问的来宾，我顶一届甲因的名讲毋对去啊。对，但是我救命！局名我这是有理由的，有啥物理由？你听讲一下好不好看卖。因为咱即个勇气家族是家族，我要讲勇气家族足好看，我要讲足好看，结果变做勇气家族。我感觉是有诶。我感觉会过啦。来，听众朋友对咱念一遍哈，勇气家族，勇气家族，这是一个家族，这一般这普通的物件，无可能念对啦，迄一定就是我讲的你勇气。一定是卡掉啦。勇气家族足好看，甲讲听众朋友讲我讲话速度对袂着我的脑啦，一定是安尼啊，一定是安尼啊，等下就是爱跪咧访问啊。对，咱来宾真正是咱两个都爱跪。啊，咱应该甲伊讲，就是咱顶个甲叫名讲毋对的代志。我看买好，唔来，咱今日要刷去一个真高级的所在啊！真诶，头一届去呢。嗯，阮即个爱妃总算要见到阮心爱的方向啊！我讲欢喜啦，听众朋友。好，咱再来听后壁偌欢喜。但是到底白白会紧张，甲佫无度讲话无？咱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大一大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白白，黑白白。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个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是谁？听众朋友啊，你有感觉阮今日声无共款，阮今日一个足专业的所在真诶，头一届来这种所在录音，因为阮今日请到特别大来宾。大来宾有偌大？毋对，咱今日有两位大来宾，雄加出一位，讲欢喜的啦，讲欢喜的。对面迄个较大，我较水，无咧，用体格来比啦。只有毋敢安尼讲。我会用咧讲，大家好，我是陈阿兰，勇气家族的团长吴桂英。安尼有力无？来，较大迄个着你。大家好，我是陈阿兰的。大家好，我是天伦，我是勇气家族的这个制作人。真欢喜，就是掠到一个制作人来加入咱的节目，咱的节目内容变较精彩。毋是掠着，爱讲趁着。哦，趁着哈，趁对掠到伊的骹，甲伊跪伫涂骹。你甲 Q 倒转来。好啊，咱现在问阿兰姐啊，因为阮的听众啊，有迄种0岁到18岁，有的人可能毋捌你。然后我们要来甲你介绍一下，讲你早期啊，伫1993年有出过唱片，迄当阵你想要号做纯情小百合，纯情小百合，你啥人啊？你无感觉我的外形就足型的嘛？我足单纯的啊，对无？啊，迄阵我是爱百合花啦，百合花啊，因对为一般迄当阵是咪拢叫啥物纯情小玫瑰还是啥物玫瑰？应该是佫较古早。阮阿妈甲我讲诶，阮阿妈对啊，你阿妈迄个年代啊啦。嗯，但是因为我迄个时阵一向互人感觉我就是小生，就敢若查甫的。对啊，是我要去上电台宣传的时阵，有学生囡仔敲电话入来，迄阵有call in嘛，嘿，敲电话入来讲啊，你若是查某的，我本来大汉要嫁互你。安尼你就知我几岁啊？我比黑白边较少，我今年16。再来回你啊要！抓大家来抓，我要抓死啦！妹妹咧，妹妹，你叫阮姐姐哦。好，是啊是啊，我是啊，我别是啊。我骹要跪落啊，我骹要跪啊。听朋友这骹头有够软诶。所以迄个时阵出唱片的时阵，唱片公司的头家，其实阮迄间唱片公司不哩啊大间，内底有江辉、张清芳，迄个东安家。吴树凯哦，拢要讲台语施文斌，无熟悉，18岁拢无听。阮小小咧，真大间的公司啦。啊，伊感觉讲，我若要出唱片，应该爱互逐个目睭规个拢金起来。哦，所以同款的感觉。对，免个个做小生，所以就对互一个较查某囡仔型的名，叫做纯情小百合。
哦，所以人在讲小百合过来唱歌者，安尼小百合才请安尼哦。无呢，敢若无，我都毋是坐台。对啊，因为叫小百合听起来就像回名。对啊，嘛是共款叫我的艺名啦。哦，系啊，只是讲因为迄个时阵，因为唱片公司迄个时阵真够改造，对希望讲推出的时阵，互人有一种无共款的感觉，啊所以才好迄个外好。其实我就是我啊。对啊，无论什么做款形象嘛是有改啦。哦，我阵纯情的感觉。哦，迄天我去迄个大酒店，迄个汉药店，嘿，一个顺哥啦，我毋知有甲你介绍过。咱专程拢国语哦，无啦，台语顺啊，兄啊，无讲台语哦。顺兄，嘿，汉药店头家顺兄个，哦，我迄落个讲，我甲伊讲，即块 MV 我虽然手机啊摕出来互你看，伊讲即块 MV 吼，哦，这陈阿兰唱的有够好听，我逐摆吼一定爱唱即条歌。放阮一个人，毋是，或者无情人有情天。毋是。我嘛得行即两点。毋是迄种悲歌，是迄种较。哦，情好乱乱哎，飞，对，真好乱乱飞。我敢会当听阿兰姐唱一两句。我袂记诶。迄差不多唱上人的两条。3代年前的代志啊，3代人进前的代志。哦，伊就讲哦，伊我爱听即条歌啊，讲大概若去唱歌，一定爱唱即条歌，讲一定爱叫我甲你讲诶。啊，还有一块我甲徐文斌同齐唱诶，就是用台语的歌谣。一只牛买5,000块。5,000块。对，爱搁唱落啊！我不要唱啊！无听过。无听过，我敢要合声。叫黑白唱啊！你对，我黑白片就是来黑白唱的。好，过来咱来问阿兰姐啊，就是大概对你的印象拢是小生的角色，想要请问讲，你敢是一开始就咧扮小生？毋是呢，毋是。我头一摆演囡仔，演囡仔，3岁的时阵用就上台演囡仔。哦，伊囡仔都毋知伊是查甫查某的啦，无对无分。啊，真正有甘愿讲，知影爸爸妈妈辛苦了，想要演的时阵是演小段，小小段。段，但是因为实在是太落的。太落所有的人拢伫我的肩胛头，哦，敢若安尼无法度做小段啦，小段摕袂落，直接因为拢爱摕小生。生的胸坎的嘛，啊摕袂落，只好就后来就练小生，但所是以是因为先管的关系哦。对，但是伤落骹啦是。因为生都做引导的关系。其实外表是一直甲杨丽花歌戏的时阵，对伊才有开始咧讲经看有汗颜无。就是你有观众缘无，然后才搁看你的声音、体格、指甲你的面容。其实人讲真声假段，就是你若要做小生，你就是爱确实有迄个红仔头。了解。啊，你小段虽然嘛是爱水啦吼，但是因为小段的状态变化较济，所以伊有当时啊，因为珠啊头花擦擦的，你就会当讲感觉讲哇，敢若水，敢若做才对。但是小生因为有当时啊，你演着苦声较素的。所以你就爱真正面罗啊生做真好，我就是迄个。我拢快了。真声假段即句话你应该拢捌听过嘛？吼，有，但是无人甲阮讲到遐详细啦。对啊，对啊。所以后来啊，搁伫阮爸爸妈妈的团，其实我啥物拢做过。小生小段3岁3八的，老生大花我拢爱演，因为家己的团嘛。 300的你有法度？我外高的，我无法度诶，我奉上，我无法度接受我的奉上。这是有即个形象。即马慢慢做奉上，其实我感觉迄阵伫阮家己的团训练的迄个期间，我感觉互我真侪底底啦，我底底拍真知，所以我即马诶，比如讲嘉庆君，我嘛演较活骨，因为我是演者18岁嘛，对，我就入围拢爱写一寡字嘛，写100字以内嘛，我就讲其实金钟奖开始迄一年是我出世迄一年。我得奖迄一年是57届，57届就表示我几岁，但是我是演一个18岁，所以评审嘛，因为我演即个角色，给我即个奖，所以我以前练的底底，伫个我后来拢是我会当表演的即个形式，所以囡仔啦3岁3八的我拢有演，所以
伫个嘉庆君即出戏内底，我会用演18岁。我会用演较小丑的，有当时啊可能甲什物人较白目的，我会演较活骨的，毋是所有，就是讲啊，皇帝都爱，对，都爱硬酷酷，安尼无人要看啦。啊，听讲你就是为了做修星，下足侪苦工的哦，锻炼体力啦，是。其实每一个角色，比如讲小生小段、老生老段，我拄仔讲过啊。对，遮每一项要学的时阵，拢爱下苦心，拢是共款嘛。对，你要做小段，你嘛是共款来走苦啊。是，是做小生嘛共款，阮练的拢共款，只是红仔给雕起来无共款。但是。要学的功夫拢是差不多。基本功夫。敢有啥物基本功？骑马步还是啥物？练体啦，迄种啊。系啊，一工爱走800，8000，是走几把？走苦诶，走甲戆去啦。就敢若咱勇气家族内底，迄个我毋是叫阴森迄个角色。对，我讲爱你条腰大盘身躯咧创啥？毋紧去走苦。伊讲哈。我本来讲你去走10箍，伊讲哈20箍，20箍，20年啦，应该是讲20箍会变钱嘛，20年。结果我边仔一个讲，其实因做兵嘛是安尼嘞，伊若甲迄个反正应催应急，就搁加一倍。对，恁干嘛咧？所以就是讲变做讲什么真透早都要起来对无？4-5点都要起来走苦练唱。其实是因为我起步较慢啦，我就甲你讲较早我无爱歌戏嘛，就感觉做歌戏敢若是一件囡仔人袂晓想，就讲感觉是真见效的代志。所以当我决定要做的时阵，差不多已经17岁啊，17、8岁啊，我一定就是功夫比人较慢练啊嘛，所以我袂晓害羞关啦，我袂晓害羞关，我甲人踢骹。拍敢踢迄种的我会晓，迄个练得起来。但是害羞关就是安尼，有无？你看咱记者会的时阵，头前迄两个武行咧害，迄我袂晓。是啊，毋过因为较慢学啊，我就比人爱较早起来。我想用真后悔咱无录影咧，因为其实阿兰姐有动作，我其实哪讲想呢，哪讲哪害，一就会害有罪。过来想要问讲，就是咱伫咧做歌台戏的时阵啊，较有机会甲台下的观众来互动，譬如讲有咧牙疼啊，还是啥物啊？想要问讲，阿兰姐你敢有啥物较特别的经验，会当甲阮分享？就是打赏金吗？打赏金。因为开始做小生的时阵，其实这个勇气家族其实是对阮兜的班的故事出来的，所以秀芬啊，迄个角色就是阮以前的小生，是真正有这个代志，就是这嘛免个怪异啦，对吧？因为就像咱即马即溪无鱼，别溪钓嘛。对，别溪若互咱较济钱诶，咱就要去别位嘛。对，但是台湾人上重要诶，拢会念情。对，秀情，对，这个无秀情离开，到底是什么原因？继续看了就知影吼。听别人阮即摆讲出来部分，拢是伊个有做诶部分，阮袂甲你讲内底系统，就是要甲你写啦。对，感谢大家无漏气，但是嘛真正袂歹看啦吼。袂歹，好看。所以迄个时阵就开始正经开始落去做啊。所以迄赏金敢有迄对啥？上关，咁有金破链，金破链是阮妈妈迄个年代，因为花小姐迄个年代，破链手指，开始做了，你就因为少年嘛，就有真侪人讲哦，这团的小生真兄头啦，真少年啦，就开始有人打赏金，但是吼，我直接要讲一个秘密，就是做我的戏想的吼。拢真可怜，安怎讲？安怎讲？因为你就知影讲，伫咧戏班有当时啊，小月的时阵，你就规个月可能拢无戏，所以大月的时阵呢，有当时啊，你个骹手个无够，对，就像后壁的戏，阮就会演听团的时阵要安怎，就爱开始调角色，但是有真个角色可能叫别人调去啊，有可能大家嘛拢已经拢有大班啊，拢在班在起来，你就。我懂啊，若要办着迄个8仙爱11个人诶，因为8仙加王庙佮加金童玉女，就爱11个，所以我的戏箱就变金童玉女。
啊，那是因的英雄啊，对，因都拢免讲话啊，来演出，因为出来行就好就敢若宇轩甲英生共款，就对王庙边啊，敢若迄两个免讲话，但是因有一句就是喂，这大家拢会晓啊，会使徛喺边啊。系恁啊，对吼，后尾后尾阮两个对，落去，后尾大家来可能讲后摆无讲话，迄可能就是黑白白。所以我翕相啦，大日的时阵，我就讲啊，拜托诶，找两个来来做一下金童啊，就去后台互恁化妆啊嘿，啊，就伊嘛足欢喜诶，足欢喜迄嘛是一种经验啊。对啊，像讲阮迄无经验的方向叫去，敢有啥物爱注意的？譬如讲伫台顶袂使安怎，袂使安怎。其实吼，因拢有对戏班咧行，其实因嘛捌看bản身，因拢知影讲是啥物型，无因会讲，对啦，伊就知影讲，吼，知影讲去里面讲话啊，对啊，看嘛，看真侪遍啊。哎，像我想要问一个，就是因为之前有访过迄布袋戏，听讲传统布袋戏有讲啥物查某囡仔袂使去伫戏台，还是创啥？是咱歌戏的这个，咱舞台敢有啥物禁忌？特别就是袂当伫台顶做的代志。歌戏拢真侪拢查某，对，我是讲，我是讲，譬如讲有啥物像即种，有真侪禁忌啦，比如讲，迄天我特青山王天华，是摕一个人头，对，迄个人头长去迄个所在，有花迄个所在，你袂使去摸。你若去摸会无声，会无声。啊，还有你跳加关的时阵，咱本身有看跳加关，伊爱挂加关面，迄个加关迄个特灵剑嘛。伊跳加关面的时阵，伊加迄个物件本来就袂用个讲话啊，因为伊加咧跳加关，伊是无用个讲话啦。对，但是有的人就跳个安尼，迄嘛袂使，迄嘛是会无声。对，其实迄是一种对，然后缩起来安尼就对了。嘿，但是吼，真正有人是安尼啦。但是迄用较科学的方式去来讲，就是讲你是咧扮身互新面看，你要尊重新面，你袂用个凊彩黑白。个足济啦。咱即个节目无时间通讲。对，咱头头听着两个，我感觉恋爱咱开一集的歌戏的一集的，因为像拄则咱讲歌戏除非当做10集哦。而且每一个你叫阮大汉囝啦，叫迄个秀魂啊，叫迄个阿秀啊，每一个拢就讲，真的。你讲我有看到一个吼，真趣味是甲即马拄啊好，即个礼拜新闻真有关系，就是有迄个去食戏嘛，吼，台顶小心办去食的时阵。下骹就摕100箍啊，摕奖金起来啊！我有看摕1000箍的，好，即嘛拢嘛1000过3工了后，我拄好伫咧即个西门町遐看一个 drag queen 的 show， 对，同款啊，因为迄扮装的方向吼，对，嘛是同款，因为因出来唱吼，嘛是同款哪唱啊，下骹的人嘛是同款摕，咱咧100较侪啦，伊就会哪唱哪去摕，我讲这就是同款的艺术呢，对啊，因为上早的就是拄啊好今年岛内的始祖，对，岛内就是安尼开始的，对，啊拄啊好岛内开机做，拄啊好，即礼拜有个迄个 drag queen 的即个冠军是咱台湾的Nymphia Win，对，有够恭喜啊！咱即嘛足欢喜的，就有甲Nymphia录一个影片，甲恭喜安尼，Nymphia嘛足欢喜，因为你是伊的 idol， 所以伊感觉足欢喜。所以伊5月吼会转来台湾表演，我才带你去，甲伊相见欢见。好，偌济人要做我的娘囝咧，咱来去甲伊采访好啊！我嘛想要对，阮啊迄个简志成，嘛是扮装天后，是迄个松田丸子，嘿，伊嘛是拢叫我相公，我拢叫伊娘囝，伊装起来嘛足水，足水，交流啦。大家咧唱我的风尚要安怎？然后朋友啊，伊规即马坐伫头前啦，林北湖啊哈，林北湖啊哈。好，过来就是要问讲，即出戏咱有看到即个戏班会拄着的状况，比如讲天气无好啊，是欠人啊，是讲临时无爱演等等啊，想要问阿兰姐，敢有啥物故事会当甲咱分享？啊，这都拢我的故事。你若看勇气家族，你就是咧甲恁分享。敢有期待，就是戏剧无演出来，无演着，譬如讲什么？讲有捌迄个演的拄着对档。第一档对啊，迄阵第一档敢若较少呢，啊是讲可能恁伫舞台咧走来走去无感觉啦，对啊，对啊，无感觉到第一档，但是我就是有伫个叶天伦导演的 podcast 我有讲过，对，我袂去记讲真辛苦的代志啊，我会一直向前行，
因为你去过去就过去，迄可能就是我会互我一寡养分，互你的勇气，对，就是互我成长的一种过程啦。是，所以我袂甲伊当做讲是足辛苦，我会甲食苦当做食补。痛苦的过去，美的留下。所以有当时就安尼趣味啊，像班内有人吊关架啦，或者是讲咱即摆勇气家族咧做的代志，拢是因为我写一本册叫做《人生亲像大舞台》，拢爱有人提醒啦，或者讲我家己主动去回忆的时阵，才会去想到，无其他我袂甲歹代志放在心肝内啊。像迄咱像第一集打开始就拄着迄落大雨风台，迄敢有迄画到一半，真安尼扬起的迄种诶，迄毋是敢若安尼尔是敢若扬起，规台放落来，去放落来，因为迄阵的铁架，甲咱即摆铁架无共款，迄是对中怎啊立落来。这去当中安怎处理？就大家紧甲扶好啊，就搁继续演。迄个时阵实在是风雨太大咧。对，阮若先差不多应该是拢办完就甲扶好，就只好伫迄台顶等所以其实现场有真个状况，我拄仔想到一个，我想问讲，迄搭相机吗？敢有迄就是偌济钱才会使搭？无呢，想要搭偌济就搭偌济。想要搭偌济搭，但是拢袂少啦。因为若一个有搭6000的，你嘛歹势搭4000。是啊，就是安尼。互相所以有时惊讲会比迄价小啊。有哦，因为有的人是搭互一个嘛，有的人搭互这个小型，有的人搭互迄个小段。迄个人就讲迄小型搭8000呢。我拼过啊。嘿啊，我著加1900安尼。对，敢若迄个拍袂长咧无。一直读，最后得标看相。后壁有诶红纸搭几落张诶。对。安尼想要问讲，就是咱即届甲少年演员合作啊，对就是演员无歌戏经验的时阵，打开始敢有足烦恼诶。根本个拍死。无影，其实因头前拢有训练啦。阮拢有请老师先甲因教，因为歌戏即种功夫，毋是讲你3-2工就练得上手诶。所以阮进前就开始就伫个歌戏的推广协会，就伫遐请老师轮流甲因教。所以是演员选好了后开始教。对。袂算拢教，无白教。你想黑白变想要啦？你会发现，我嘛想要。我本来想讲会使，就是先选演员啊，敢会使先选演员。先选演员什么意思？譬如讲，你想讲即个有歌戏底，即个有啥物，无找即几个来演，敢有安尼？有啦，譬如讲，即个内面做鉴赏即个庄凯勋就是有编剧底，伊对有编剧底啦。伊本来就伫伫个艺术学校先做学这个编剧，所以小看即个行路啦，不细啦，头家算会用的啦，因为我想讲，医生伫咧访问的时阵，都讲出家己有学过几个月安尼啊。我想讲，敢是但是无效。因为是歌戏系，伊是歌戏系，伊伫个戏剧学校毕业的，但是已经对，伊咧读的时阵对功夫毋是真研究，因为伊到尾也才入去的嘛。是，到尾也入去，我就甲你讲，我17岁的时阵，我就透早4-5点嘛。对，你想讲？我是个17岁一直做的，伊毋是啊，伊敢若即个1-2年的时间，若佫无佫较用心的话，迄功夫练袂在手啊。所以听讲就是阿兰姐，你有特别就是录台词互演员咯。嘿，因为我对台语不哩要求，真诶，嘿啊，我感觉这对角色拢是种伤害，这制作人就知影。所以阮剪接的时阵，拢是甲这加掉，讲嘿啊，一寡迄个拖吼，因为其实是安怎会拖，就是因为变做台语无熟啊。对，就是无练平常时啊，无练灯，无定咧讲的时阵，会想一个，就变做安尼啦。所以变做迄个角色转拖刷刷，就无啥好听。而且阿兰姊也搁真侪迄落俗语，其他俗语的物件，伊想讲这就是爱哪看哪教嘛。就是观众比如咧看电视看一个剧的时阵，哪看都哪学嘛。所以即嘛嘛变做互恁拢做出来啊，变做迄落台语的教学嘛。对，阮的大卡呢做金箍啊。咱拄则嘛有一句啊，食苦当食补。
对对，哦，足侪啦！你看你现我的册就足侪啊。有，阮到时无咱来做一集来读个册好啊。那个一个单位，安尼敢莫甲你请授权？免，因为我是推广。推广直接开放啊！听到没有？你后边就听到。你直接摕我的册来念就好啊。哇，赞！阮特别有印象的，就是讲最近就是有一个。其实你拄迄句我都研究啊。倒一句？我特别有印象诶，毋是有印象诶。印象。你拢讲印象嘛？印象。你对迄人敢有印象？你敢会讲？你对迄人敢有印象？阮无啦，阮是用迄教育部诶。教育部是印象。阮平常是印象，但是去用纠正，所以阮就爱印象。但是我感觉这还真侪，因为即马我感觉讲台湾还拄开始啦。对。我看还有真侪念法，真正是。就是各地腔口差啦，对。离乡不离乡，对。一乡有一乡。对，就像我中华的嘛，所以我有一个 N 正 Q 啊。N 正 Q， 但是我爱念是英正，但是我是 N 正，就是我要问讲，你要食便无？对，朋友，我真的是念朋友哦，毋是因为迄个音调讲过念朋友哦，朋嘛。但是我想要讲的啦吼，我伫台语台讲这咁好，我的意思我想要讲的是讲，咱伫咧徛伫咧教育的方向，咱就爱。讲一个讲较通俗的，对，你因为咱是咧教育，所以袂使有腔口，是，莫有腔口。比如讲，咱今仔讲啊，咱来讲一下宜兰腔咧，咱食饭配卤卵，酸甲软软，对，真好听呢。对，你若毋是安尼的时阵，你比如讲你规个拢即个腔口，你咧教育方面，你都爱讲提醒讲你这是宜兰腔，啊无一般的吼，咱咧讲话爱讲个家己爱清楚。讲互明，讲互清，人毋免看字幕，用听的，伊就知影讲你咧讲啥物。真的。对，所以我较会注重即点啦。其实我嘛是一直互改腔，我就定来讲笑，我讲对朋友来台南去用笑，我朋友腔，愈要去大啊，愈长啊，愈要大。哦，这是朋友都知道的，愈行溜来啊。哇，对，这是朋友的，这是朋友腔，所以对台南来甲台北都可以用改啊。你物件下来啊？来1、2、3、4，安尼啊，咁讲敢再保留起来啊？对，爱保留。对，就是讲你若特别讲，我咧讲朋友腔，我就甲朋友腔保留落来。对。毋过一般的像咱咧开讲，咱就一定就是讲通俗的。对，是。你因为腔口的时阵，你互人，比如讲，像是我拄仔讲朋友腔，天伦导演就感觉讲足趣味的。对。但是迄是趣味，你会影响别人对你的注意点。是吧？我毋知影啦，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啦，吼。其实朋友腔多一腔拢是咱台湾腔，拢是真好啦。就是讲咱互人较顺利、较听有诶。对，其实每一个所在，咱对这语系拢真多元、真包容，但是就变成讲咱伫咧沟通面顶的时阵，爱确定讲沟通会当顺利，这才是咱的重点。所以迄当中，你沟通用国语哦。沟通，我讲沟通。我会记天伦导演有伫咧一篇的面册面顶留话讲，因为真正台湾界就你讲哦，咱即马就是演台语的人去访谈是创下偏向是拢讲华语，其实因偏向是袂晓台语，因伫演戏阵拢是背的，导演就伫下骹写讲无啊，阮戏内底拢会晓讲台语哦，阮对即个代志印象真深。因为有的人是安尼啊，就变做讲，因为小可有人咧讨论讲规出台语做戏，但是无咧拍、无咧演的时阵吼，都爱出来拢专做华语啊。就变做讲，因认为台语是一个表演。嘿，就变做讲你敢若用即个语言来表演来演出尔啦，就毋是，我就讲，阮勇气卡做都无咧，因为本身拢是逐个都拢讲台语，所以阮咧拍戏的时阵，导演啦，甲遐演员，差不多拢是讲台语，甲电公司啦，甲美术。你无简单有参战啦，当然嘛是有华语有台语，但是我感觉台语是真多。比例较悬啊。对，我嘛要求大家讲台语，因为你讲个自然。对啊。你去你这个自然嘛。是啊，平常时都爱讲。因为像拄则就是阿兰姐也甲咱讲的，就是讲伊希望讲就是要求迄家己啊，甲迄个讲话，还有迄连接数，像拄则天伦导演讲的，伊讲迄咱都话教掉。你平常时你若是无练习，你到时阵去的时阵就会变安尼。其实我伫咧下濛一段时间，大家拢就爱看我，为什么？因讲我讲话就好听的，就是讲咱台湾的台语足好听的。伊讲真软袂硬啦，比如讲，我迄天就是有记得讲，
一个人一个人，嘿，因拢讲一个，一个嘛，一个番嘛。啊，咱台湾就会讲一个，对，一个。啊，因就会感觉讲我的声甲这个台语的发音拢真软实。所以我感觉讲，这嘛是咱一种功能，对吧？啊，所以呢，我就希望讲啊，就这个永续家族，除了讲甲宫庙的文化、甲歌戏文化、甲台语文化。啊，还有这个俚俗语的文化、俗语的文化，拢甲传落去。真赞！好，过来问讲，就是这出戏，你莫紧张嘛，你莫紧张啦。这出戏就是咱有讲到传承嘛，想要问阿兰姐，就是你对这个创新会当接受到什么款的程度？奇怪，你面头前都一个制作人，你唔问伊，你竟然问我，你嘛恁阿兰姊也休困一下。阿兰姊甲导演拢会使讲，两个拢回答。其实我迄个时阵拄啊开始甲阿兰姐要合作的时阵，是迄个嘉庆君的舞台剧。对。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哇，阿兰姐对即个创新的接受度吼，真悬呢。毋是真悬尔，是比我较悬。比你较悬，因为我会想讲，你已经足悬诶，是啊，红上比我较悬啦。红上，阮伫你头前拢爱跪咧。因为吼，我本来想讲这都舞台剧吼，这都歌戏我都较毋捌，差不多是安尼就好啊。可能我就准备讲我可能创新较安尼就会用啦吼。结果阿兰姐甲我讲，导演安尼我感觉无够，敢若无够咧，可能会得更较大胆。我讲大胆，所以我就感觉讲我感觉是因为阿兰姐伊伫妈妈巴肚内就已经伫咧即个歌戏的即个世界内面啦，所以已经遮侪年的时间啊，所以伊会感觉讲爱互愈侪，尤其是毋捌接触歌戏，少年人也是安怎。嘛有可能是外国人，对无？会当更较来了解歌戏是啥物歌戏伊也袂走去对无？伊的念词，伊的唱，都伊的曲都拢唱念都拢伫咧遐，所以袂走去嘛。更较侪新的观念入来伊也是袂走去。所以我感觉伊真有一个，要怎讲，伊接受度真悬。所以迄个时阵，我伫舞台剧的时阵，迄个后壁迄个布景已经规个是用 AI 落去画我 AI 落去画，我讲 AI， 我无想要画迄种传统的迄种。迄种较什么衣啦，迄种山水啦，山水的迄种，我可能会画较敢若中古世纪迄种 Harry Potter 迄种的我感觉较趣味的伊嘛完全接受，OK，所以变做讲哇，迄个王德禄因兜有无？就是敢若迄个 Harry Potter， 还是迄个什么Lord of the Ring 迄种大的所在，迄种正派的所在，都毋是迄种咱印象当中迄种山水的迄种大的所在，所以创新而且用 AI 落去。尾咱来做勇气家族的时候嘛是同款，后壁咱就会大家就会看到这个阿兰姐甲这个庄海勋，因两个是因为。这敢有别特情的部分，应该是会当讲啦，就是确定这礼拜就看到啊，就是你就看到讲伊甲伊的翁婿，因为翁婿已经过身啊嘛，伊一个是人一个已经是做仙啊，对无？两个人是要安怎对话？阮就是去这个虚拟棚。阮即个用即个电脑嘛是用 AI 的方式，甲因两个放伫一个无共款的空间内底，到底什么空间？恁即礼拜看，恁就知。其实这是导演的想法啦，就是咱制作人的想法。我爱甲真侪无共款行业的人合作，就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所学拢有限，咱拢一直伫咧咱即个想法内底伫咧行大。对，就比如讲咱的歌戏，我就知影讲咱这传统爱安怎保留。但是咱若甲无共款的行业的人合作的时阵，伊会有咱新的感觉。所以我拢会尊重专业。你想要做，你就去做。你认为讲安怎？但是若做伤过头，我感觉讲怪怪，我就会讲敢若袂用诶。但是呢，叶天伦导演伊就互我感觉讲真安心。做啥物代志我拢感觉讲哇，这部分交互伊就无毋对啊。迄个因为观念是共款诶嘛，伊嘛知影讲甲其他诶文化是要哪接受。伊拍较侪电影，伊嘛是舞台剧出身诶，伊嘛逐项拢做过，所以伊嘛是真有经验。我感觉放心交互专业是一件真好诶代志，因为人毋
毋是万能啦。对啊，对，哦，所以阿兰姐就是你认为讲。敢有啥物元素是你一定感觉爱保留的？只要就是莫动着这个元素，其他拢会使。你拄则讲就是歌就是戏，唱念，哦，唱念的部分，唱念啊，甲迄个基本的功夫，卡波手咯，哎，这骹步手咯，卡波手咯袂使改，啊，唱念嘛袂使改。对，你会当互迄个节奏吼，互伊较紧淡薄，迄就是无共款的变化，但是你迄个骨袂用个动啦，歌戏迄个骨，迄个精神。你100年老店嘛，对无？就是讲迄个汤头，你若会使甲学白废掉。真诶，老汤迄个汤煲是嘛？对啊，所以我真坚持这点，但是创新我用咧，互大家自由去发挥。哦，所以就算讲穿甲完全看起来毋是歌戏的衫，但是共款唱念。你看迄个时阵，阿兰姐得奖的得奖的时阵，伊嘛有真侪迄落时装的杂志嘛，做封面还是啥。伊嘛是用迄个歌戏的元素，但是甲即个即马的 fashion 合作伙，完全你也袂感觉讲奇怪啊。袂啊，拢做好看的特色啊，拢是我的方向。我咧想讲几遍，咱种朋友啊，机会今日近距离，就是甲咱的方向关伫共一个房间内底做欢喜的，你有欣赏无？无你会使摸我的手。车内底车内底用得百几个，所以阮无真晚爱会恁放心。我要去后壁看。好来，所以来就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是。对，咱要来宣传一下咱勇气家族逐礼拜播出的时间。哦，每礼拜暗时啊8点伫咧公司台语台，10点伫咧华视的主频道，对，啊，搁有一寡 Line TV 吼，啊，搁有即个中华电信的 MOD 顶头拢会当看到。对，啊，而且就是阮礼拜8点的时阵，伫咧 YouTube 频道直播，YouTube 点嘛会当看，是 YouTube 频道直播。你今日伫外口袂赴看的时阵，手机啊摕起来偷听就会使。手机有广告无？手机无，无，伊直播都无广告。无啦，就照电视啦，照电视的广告啦。电视然后广告嘛有广告。公司台语台的广告拢是，就是台内底的广告，台内的广告啦。对对对，所以就无啥物。啊，若是无礼拜无看到的人，隔一礼拜，后一礼拜的拜六下晡1点嘛有电报。对对对，一定爱看，一定爱看。即摆才报2集嘛，对，头2集若无看的，拜六紧报。对对对，啊无你剧情会刷袂落。对啊，你会对心肝伫遐咧讲。啊，导演讲要讲一下你的 podcast， 因为你的 podcast 即届嘛有访问咱的阿兰姐啊，摆伫咱头前啊。我的 podcast 吼，我搁慢慢啊来用啦，可能无参像恁遮紧啊袂啦，你今日则录的，我无因较手较紧啦。好，我赶紧啦。你先甲阮讲，你会使先甲阮讲节目叫啥物啊？当时差不多。对啊，伊反正节目的名都还袂想好咧。你哪知？你看我看伊无开场，我就知啊。哎哟，你讲哦，我实在是。我就是超工要甲你写即个。我想讲，我会当有一个独家，我知影讲即个还袂出世的 podcast 叫啥？结果。即摆好做 Formosa Talk 啦。Formosa Talk。就是 Formosa Talk， 我们要改水 Formosa Talk， 所以就是甲台湾有关系的人，拢请来当 talk。好，无问题。到时阵无得看，咱会当去请导演家己来讲一集。对对对，本来就恁继续去留咧，无要紧。时间不大紧，时间到，咱要放红熊来去。毕竟红熊来看爱妃的时间是真有限的。放红熊来去，放红熊来去，红熊都有心情啦。爱记吼，每礼拜日暗时8点，公司台语台。对，暗时10点伫咧华视，对，一定爱收看《勇气家族》。伊讲，阮导演讲有看有勇气，无看你会漏开。哦，这个真赞，学起来，学起来。好，安尼差不多会当收尾啊。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就问，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耶！
啊，咱这人搞气声结合，那个气哦，无因为你这换位会行出来个一点，胃，哎呦，我这个胃，哇，我都天，对，是我18岁，19岁，差不多啊，伊17，岁，20岁，我还叫伊姐姐，可怜的感觉。出名人，请就问，来请问。来敲门，来敲门是这意思。对，来敲门，来敲门，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就问，来敲门。到底是要耍咩啊？调岗的哦，调岗的哦，想要留落来。